大家分享少少我哋最新一個AI 同晶片嘅結合，點樣做一個癌症嘅篩查啦。我本身咧過往就一直喺藥廠做醫學事務同埋做臨床研究管理嘅，咁所以咧不停都係接觸緊一啲最新佢哋做緊研究上面新嘅科技啊、新嘅藥物嘅發展嘅。咁我哋都希望創辦呢個即係醫研健康科學中心咧，希望可以引入一啲新嘅科技，幫到大家更早去揾到嗰個疾病嘅。咁今日個題目係同癌症有關啦，譬如大家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幾多個新嘅癌症 case？ 係啊，一年新增嘅癌症 case 係啦，過萬啦。係啦。其實香港2022年最新嗰個數據咧，因為佢哋要做統計啦，去到2022咧，一年有35,000個新增嘅癌症 case 嘅。咁你除翻開，其實每一日咧有100個確診嘅個案，係啦。咁每年新增嘅癌症死亡嗰個數字係講緊25,000宗。咁其實個數字係好大嘅。咁換翻轉，可能大家都有接觸一啲內地嘅客人啦，知唔知內地一年有幾多個 case 啊？係啦，譬如又係2022年佢哋統計學做到嗰個數據咧，大陸一年新增嗰個癌症數字咧係接近500萬宗。咁佢哋死亡個數字就係250萬宗左右。其實你諗下，佢內地嗰個人口大啦，當然，同埋佢可能有少少低估，因為偏遠地區嗰啲檢查未必咁足啦。咁所以換翻轉，成個癌症嘅病人其實係好多㗎。咁點樣可以及早俾到個如果早發現早治療咧，依家係講緊係啦。咁點樣可以盡早去揾到嗰個癌症嘅問題，去做出預防啊治療都係好緊要嘅。係啦，咁呢度就係香港10大癌症嗰個排位啦。最常見都係肺癌啊、乳癌啊、腸癌、前列腺癌同肝癌嘅。大陸都差唔多，大陸就會多咗個甲狀腺癌排第2，係啦，係啦。咁頭先講到啦，其實癌症早期嘅篩查好緊要㗎。呢度咧有個數據去做個比較。咁咧，如果個癌症係越遲，當佢做嗰個發現咧，已經係最晚期嘅咧，其實5年嗰個生存率講緊得10%嘅，10%度。但係如果你係早期發現，當佢發現嗰時係0期到1期咧，仲係有好多治療方法嘅話咧，其實5年嗰個生存率咧講緊有超過90%，係啦。咁樣所以要提高癌症嗰個存活率咧，個關鍵就係早期嘅篩查啦，早啲去發現個問題，係啦。因為你早啲，就算係當時你未揾到癌症咁，但係發覺有嗰個風險咧，你已經可以知道點樣改變個生活習慣啦。咁或者需唔需要打疫苗啦？因為依家有啲疫苗係防過癌症預防㗎嘛，係啦。咁如果知道係有癌症嘅，係咪早啲可以治療，揾到用一啲更加有效嘅治療去幫嗰個病人？係啦。咁癌症其實個問題就係，當發現個問題，如果越後期嘅話，個治療個藥物對嗰個健康個身體嗰個負荷好重啦。另外，其實大家都知，其實治療癌症個費用都好龐大，除咗藥物以外，其實越後期你需要其他輔助嘅治療都係非常昂貴，係啦。咁所以越早發現，點樣可以做好各方面嘅預備啊，個健康上嘅計劃啊，財務上嘅計劃，呢啲都係好緊要。係啦。咁今日咧會講用晶片用 AI 點樣去做嗰個篩查咧？其實咧主要係依家做檢查，其實好多時做癌症檢查可能去做啲影像，做 imaging 咁樣，但係去到做 imaging 有嘢，其實已經個癌細胞有翻咁上下 size 先照得到。其實如果好細嘅話，其實係照唔到。咁點樣可以盡早喺揾到呢個風險咧？其實透過血液裡面做檢查係最好嘅，係啦。但係血液裡面嗰個準確性啊，各方面點樣揾到我哋需要嘅資料咧？其實係科學不斷咁進步咧，可以幫我哋提早去揾到呢啲信息嘅，係啦。咁樣就係當頭先提到用 AI， 依家 AI 其實係一個好快嘅learning machine 嚟，所以可以好快將佢現有嘅數據咧點樣去做一啲偵測，提升個靈敏度同埋嗰個準確度嘅。咁呢啲都可以彌補現有嘅檢測技術嘅不足。咁呢度就講現有幾樣嘅檢測方法啦。咁頭兩個就係等陣會講到
嗰個檢測方法就係睇血液裡面嘅循環腫瘤細胞啦。咁另外就係 AI 嗰個半導體嗰個智能點樣去幫助嗰個檢測嘅。下面咧就係現有比較常用嘅檢測，譬如頭先提到影像學啦。但係影像學其實頭先提到就係你唔可以即刻揾到，即係當你照到嗰時，其實個癌症嘅 size 已經有翻咁上下㗎啦，係啦。咁另外就係輻射啦，係啦。咁始終你唔可以好頻密咁樣照呢啲咁嘅影像嘅，係啦。咁另外去到一啲入侵式做啲活檢嘅方法，咁但係其實如果個癌症個腫瘤未形成嘅話，其實呢啲都係唔可行嘅。咁通常都係去到有癌症去抽細胞去檢驗先有用嘅，係啦。咁同埋呢啲都係啲高風險嘅，即係有風險嘅，因為始終都係手術嚟嘅叫做，係啦。咁腫瘤標記啦，當然可以驗血驗一啲腫瘤標記嘅，但係通常都係要個癌症去到某個 stage 咧，嗰個量先會比較明顯嘅。係啦，咁過去咧循環腫瘤細胞咧，其實係喺實驗室做研究比較多啲嘅，真正攞出嚟做檢查都係呢幾年嘅事。但係大家可能之前冇乜聽過腫瘤循環嘅腫瘤細胞，大家估下呢個 idea 係發現咗幾耐？有冇20年？其實咧喺科學上第一次提呢個循環腫瘤細胞咧係140年前。係啦，即係佢唔係一樣好新嘅嘢嚟嘅，但係問題就係點樣有方法？你血裡面其實有好多細胞，有紅血球、白血球，唔同嘅物質喺裏邊，點樣可以精確揾到嗰個係癌細胞咧？就要透過科技不停有新嘅進展，先去揾到呢樣嘢，去確實知道呢個係癌細胞嘅。咁所以點解今日甚至有人講嗰個測試係用緊呢個晶片嘅技術去捉嗰啲癌細胞出嚟？係啦，呢度咧就係講緊活檢嗰個唔同種類啦，即係活檢就係液態嘅活檢，係啦。咁其實講緊抽血已經可以驗到好多嘢㗎啦。抽血咧其實呢度講緊，譬如有個癌細胞，有個腫瘤形成啦，咁佢形成咗之後，其實啲細胞會透過血管走入血裡面嘅。咁所以點解癌症係會有轉移咧？就係因為啲癌細胞走咗去第二個地方，重新再累積起嚟，咁所以就有個轉移嘅問題啦。咁另外呢啲癌細胞亦都會有啲，即係都會有死亡嘅情況嘅。咁佢會釋放咗啲ctDNA 啦，我哋叫做循環腫瘤嘅 DNA 喺血裏面。咁所以咧都有一啲 test 咧去睇呢個 ctDNA 去做檢測嘅。咁但係呢個咧就比較通常係睇一啲我過去做臨床研究咧，呢個係攞嚟做睇嗰啲已經知道有癌症，但係佢邊隻基因突變係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嘅循環嘅腫瘤癌細胞啦，係啦。咁因為過去個技術可能都未成熟到可以攞嚟做檢測，咁但係呢幾年科技特區突飛猛進啦，咁所以變咗可以用呢個愛嚟做篩查又好，或者患咗癌症之後睇佢有冇復發都係可以嘅。咁頭先講過啦，咩係一個循環腫瘤腫瘤嘅腫瘤細胞啦？其實就係因為佢由個腫瘤原本嘅地方咧走咗入血管，咁喺血管度撈到佢出嚟咧，咁就變咗知道佢有個癌症喺度嘅。咁當你個腫瘤係早期嘅話，其實佢未必幫到好大嚿，但係啲細胞都可以走到入血管裡面嘅。咁所以變咗可以更加早去揾到已經有癌細胞嘅存在，咁就可以睇下究竟個健康管理上醫生點樣俾意見，去點樣防止呢啲癌細胞累積，或者透過自己身體嘅健康一啲習慣啊各方面去調整，令去延遲或者避免呢啲發生嘅。咁呢個就係講緊其實個循環腫瘤細胞 CTC 嘅檢測咧係有更加高嘅靈敏度，因為頭先講過啦，如果譬如依家現行嘅檢測方法，如果靠譬如醫生做檢測去摸，其實都要個顏塊有翻咁上下 size， 呢度講緊3 cm 先會 feel 到有個質感嘅唔同啦。咁譬如做一啲影像啦，咁譬如乳房嘅影像其實都要2 cm 嘅。咁如果再細啲嘅話，其實可能即係影到個鈣化嘅現象，未必確實知道係咪一個癌症嚟嘅。係啦，咁就算去到一啲基因嘅檢查，咁個 tumor size 個腫瘤嘅 size 都要有翻咁上下。咁如果純粹睇個細胞，其實由好早期
佢有1、2個細胞喺血液裡面咧，你捉到嘅話咧，其實已經知道有一啲病變嘅事情開始發生，不過嗰個階段仲係非常之早。好，咁咧依家最新嘅技術我哋引入咗咧，其實咧就係用一個生物晶片，係啦，大家都成日聽晶片呢樣嘢啦。其實晶片越做越細嘅，咁咧呢個晶片咧你可以想像咧係一條水管，但係就鋪滿咗一啲會捉住癌細胞嘅抗體啦，係啦。咁當啲血液流過呢塊晶片有癌細胞嘅話咧，佢哋就會捉住咗佢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因為其實細胞嘅 size 都好細，咁所以咧要捉得準、捉得清楚咧，其實好依賴嗰個一嚟個抗體啦，同埋嗰個晶片嗰個流動嘅速度，係啦。咁但係以前其實冇呢個技術咧，靠用其他方法咧，好難去捉住呢啲癌細胞嘅，係啦。咁依家透過晶片，其實血液流過呢啲晶片咧，個癌細胞俾人捉住咗咧，咁就可以不停喺唔同成條水管唔同位置去影相啦，係啦。咁影相因為佢另外會再加其他生物標記去睇下捉到呢個癌細胞，其實呢個癌細胞係屬於邊個器官出嚟嘅癌細胞啦，屬於有冇乜嘢基因突變嘅癌細胞嘅，係啦。所以當佢流過咗之後，另外再透過呢啲相去做分析嘅話咧，咁會知道呢類你譬如喺血液裏面，你會揾到有幾多個癌細胞，係啦。咁呢個咧，因為透過大家聽過抗體呢樣嘢，其實係好非常之specific 嘅，佢係針對某類型嘅抗原咧，去捉住嗰個癌細胞啦。咁去再捉咗啲癌細胞之後咧，佢哋會再加其他抗體，譬如去睇邊啲生物標記，譬如係前列腺癌嘅標記啊、肺癌嘅標記咧，去 tag 住嗰個癌細胞嘅。咁亦都會有啲顏色出到嚟，俾幫助佢哋輔助佢哋做分析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另外當然依家儀器嘅進步啦，可以好快去做呢啲分析嘅。咁點解呢個檢查咧會應用到人工智能咧？大家估唔估到？係啊，其實因為譬如頭先講過，當個晶片咧係一條好長嘅水管，啲血流過唔同位置咧，佢都會捉到啲癌細胞去影相。咁但係其實呢條係一個好長嘅水管，如果每度都影張相咧，其實如果要一個醫生或者要一個化驗師坐喺度去做分析，睇下有幾多個癌細胞咧，講緊睇幾日都睇唔晒。呢度可能影咗成千上萬張相先睇到，係啦。咁但係 AI 咧就係一個好強嘅學習能力啦。你俾佢根據過往嘅經驗睇咗幾千萬張相，去學識點樣分析呢啲相。咁所以當佢收到呢啲相嘅時間，好快可以答到你有幾多個癌細胞喺裏面。係啦，咁呢個就係 AI 嘅特點咯，係啦。咁呢度講緊其實癌症啦，由依家檢測嘅極限之下揾到嗰個癌症到去病發咧，當然唔同癌症嗰個病發期會唔同。有啲癌症咧其實難揾啲嘅，譬如胰臟癌，就算你去做一啲影像咧，佢都因為其實都可能俾啲肝臟啊、胃啊各方面遮住，未必好確定嗰個位置。咁所以要配合好多種唔同嘅檢測之下咧，先可以確定佢係咩癌嘅。當然有啲癌症，譬如肺癌，好多時唔去到有病徵啲人去檢測咧，咁發現出嚟都係比較晚期，係啦。咁所以點解要早檢查，早啲去發現任何呢啲咁嘅問題咧，變咗可以預早去檢查。其實癌症早期好多時都可以透過手術去治療啦，係去到晚期手術都幫唔到嘅時間，先會用唔同嘅藥物嘅啫，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講嗰個晶片加 AI 嗰個血液檢查嗰個流程嘅。咁當然要去診所見醫生，簽咗個同意書先啦。咁之後大14個工作天咧就會出到個報告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樣本嘅報告啦，佢會同你講咧每一種佢哋檢查出嚟嘅癌症嗰個嗰種type 啦，有幾多個細胞嘅。咁樣咧我哋都有請教過一啲腫瘤科醫生啦，咁佢話其實現時本土都有一啲咁樣嘅檢查，但係咧只係講到俾你聽有定冇。咁有定冇，其實在醫生嚟講咧，
都好難同你講下一步做啲乜嘅。呢個檢查有啲特別咧，佢有同醫生講咧，你個風險程度，你係低風險、中風險定係高風險？高風險咧，即係你癌細胞喺血液裡面嘅癌細胞數量比較多啦，咁當然要快啲做下一步嘅檢查，去睇下係咪即係有癌症嘅形成啦。咁但係如果中風險咧，其實好多時係講緊你嘅亞健康出咗問題，開始有啲細胞喺度突變咗，有癌症嘅趨勢，但係咧係未必有腫瘤，即係已經形成咗出嚟嘅。咁所以變相醫生可以見到你嘅風險程度，去同你講，會唔會你好大壓力啊？你個生活嘅習慣係咪需要改變啊？咁樣去即係延緩呢啲問題嘅出現嘅。咁呢個就係其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 package 啦。咁特定癌症檢查就係你指定去驗邊一種嘅癌症，譬如肺癌啊、乳癌，只係一種嘅啫。咁亦有分男女嘅。咁男主要係有個前列腺癌啦，女士就係有乳癌同個卵巢癌啦，係啦。咁如果編入全面個項目咧，就有15到18種啦，應該係啦。因為男同女唔同嘅，男就有前列腺癌嗰啲檢查啦，女就會多咗乳癌、子宮頸癌同埋個卵巢癌嗰個檢查嘅。係啦，咁我哋 centre 除咗頭先講嗰個癌症嘅檢查之外咧，我哋都特別係針對個別嘅疾病咧，提供一啲檢查，一啲 package 嘅檢查。因為咧，我哋都好着重教育，希望大家啲人嚟檢查係知道自己嚟驗啲乜嘢嘢嘅。係啦，咁所以譬如我哋有一個利用理工大學嗰個新個技術去照個嗰個脂肪肝啦。咁另外有個腎臟嘅檢查啦，都係希望透過早期嘅檢查。其實香港好多人個有腎衰竭嘅問題，係早期嘅慢性腎病嘅問題。咁所以及早檢查，及早去預防一啲變成需要洗腎嗰個問題啦。咁另外譬如骨質疏鬆檢查啦，其實香港都好多人有骨質疏鬆嘅女士，55歲以上其實應該要做一次。咁另外小朋友我哋有一個脊柱側彎嘅檢查啦。咁其實我哋唔同嘅 program 其實都 cover 唔同年紀層嘅人士嘅需要嘅。咁另外頭先講過，因為我哋自己都係臨床研究藥物嗰個範疇出身嘅，咁都想講講，其實香港都有好多臨床研究。你見政府推動 biotech development， 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一個臨床藥物研究，係啦。咁其實我做咗呢行咁多年，其實都覺得臨床研究當然如果冇新藥嘅出現，其實你下一代或者過多2代，啲病人可能冇藥醫㗎，因為啲病毒都越嚟越勁啦，係啦。咁點樣可以將啲病更加個治療更加優化？其實臨床研究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咁另外尤其是我哋都有幫一啲中心做緊一啲臨床研究嘅患者招募啦。咁譬如三陰乳癌啦、哮喘啦，另外肥胖症同埋嗰個膝頭哥痛。係啦，我攞一個例子，我哋而家做緊嗰個三陰乳癌。其實三陰乳癌好難醫嘅，因為其實你冇任何一個標靶去治療呢類型嘅癌症。係啦，當然而家多咗一啲免疫治療啦。咁咧，其實參加臨床研究咧，所有藥物咧都係免費提供嘅，因為係個藥廠需要做研究。咁另外所有檢查都係唔需要，都係由個研究去負責嘅。係啦，咁所以在個病人嚟講咧，其實可以合資格去入到研究嘅話咧，其實喺個用藥嘅情況上啊，或者財務上都係一大個幫助嚟嘅。因為就算有保險都好，其實有時候都唔知佢係咪可以全包到咁多條線嘅癌症治療。係啦，呢個研究講緊如果合資格用藥嘅話咧，呢度嘅藥物計緊係過百萬，但係在個病人嚟講，其實佢唔使俾錢。係啦，咁當然唔可以用呢樣嘢去 sell 個病人啦。咁但係喺個病人嘅角度多一個選擇俾到佢哋咯。好，咁呢度今日同大家分享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好，唔該啊。好，喂，testing，喂 ，one two three， 太好啦，有聲啦 ，OK。雖然我冇乜都得，好，咁啊，唔該晒 Eric 嘅分享啦。咁就住仲有少許1-2分鐘時間咧，會唔會有同事聽完之後有啲問題想問下 Eric 㗎？可以隨便發問嘅。我想問下咧，4萬幾蚊或者1萬幾蚊去 check DNA 嗰個算唔算一個 medical report？ 影響個客買保險㗎？呢個咧係做篩查，係篩查唔係診斷。
係啦，所以篩查嘅結果唔會唔需要應該係唔影響你哋嘅，除非醫生寫咗落去呢個係佢唔會用呢樣嘢去即刻話你係癌症。哦，OK。如果呢度有發現，理論上係要做其他檢查去診斷係咪真係個腫瘤形成咗，嗰個先係診斷。OK，thank you，多謝。好，仲有冇同事有問題啊？對呢個 AI 嘅檢查，咁我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我想問咧，你呢個 AI 檢查報告完咗之後咧，你會唔會有一啲專科嘅醫生咧去剖析翻？因為其實個病出咗個報告之後，有時候病人唔識睇，或者可能佢哋都會想尋求，即係我哋啲病人咧，即係啲客好想聽醫生講噶嘛，有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專科醫生去診斷？我哋呢個 package 全部係由腫瘤科醫生去見個病人。係啦，即係就算冇嘢都好，都係要個腫瘤科醫生去解釋翻俾你聽。點解我哋即係呢個中心其實最 concern 一樣嘢，大家驗身完之後，大家攞住報告都唔知係乜。我哋就好堅持一定要有專業嘅健康人士去解釋翻俾你聽，所以我哋先即係堅持。譬如頭先癌症嗰個一定會有腫瘤科醫生睇嘅，係啦。OK。我想問下咧，即係驗一筒血咧，要有效幾耐㗎？即係呢個情況。個報告。即係個報告啦，係啊。咁講真，如果你驗到係低風險嘅，理論上唔使成日驗嘅。我哋幾時都係按你個風險去睇下幾耐驗一次嘅。係啦，因為當然你如果譬如驗到高風險嘅，甚至係要做其他檢查啦，就唔係 keep 住做呢個啦。係啦。咁譬如中風險嘅，會唔會需要1年再翻嚟 repeat 一次咧？睇下會唔會有啲轉變咧？個風險嘅轉變，咁呢個係根據你個風險去決定咯。明白晒。好。咁仲有冇同事有其他問題？如果冇嘅話，我哋就俾啲掌聲俾 Eric 啦，thank you 晒啦。咁啊，帶一啲。